到日落，我们都要来颂扬主的大能。我们拍手唱吧。从日出到日落，我要歌颂你的大能，并在列邦中诉说你的同在。我要跳舞赞美他，一路弹琴向他欢呼，愿在列邦中做出神同在。起来，左手举起来，拍手，拍手，荣耀归真神。我领情起来歌唱，仿佛要向你来，歌声赞美神，神与我们同在。是的，主与我们同在。现在是一个欢喜的时刻哈，话不多说，我们从第一组开始来分享哈。那分享时间大概就是5分钟到3分钟，3分钟到5分钟哈。好，请第一组组长或者你们的书记，好不好？好，请第一组请上台。嗨，平安。我们第一组、第二组，因为那个经历太多了，所以就合并了哦。所以我们这边很激烈的分享的一个结果是说，我们对于活动上面的建议，因为有一些的同工是上班族，所以礼拜5下班时间要赶到这个营地，基本上有那个林车龙长老的课程就很可惜，就会听不到，以及后面刘亚春牧师的也听不到。所以我们这边有那个建新教会的长老，他们有建议说，是不是说课程可以稍微往后挪一点点，我们晚睡一点点没有关系哈。阿美族不要晚睡啊，因为阿美族不睡觉的，因为
隔壁是海边，所以不需要睡觉。这是我们的建议哈，在关于活动上面的。那再来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举办多场次一点，比如说1年分上下年度的关于类似这样子的长子的装备的课程。因为我们的长子来来去去，有时候有新的长子加入，在刚到教会的时候，其实都不晓得自己的职位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那如果说透过我们旧有的长子用口头上的叙述，可能也不太专业。像以我们安光教会为例，我们的长老年纪都非常的年轻，就是下楼梯要倒退路的那种年纪，所以在口述上面跟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又不会母语，所以跟老人家中间的那个交流有一点障碍，所以还是需要透过比较专业的牧师来分享，然后或者说其他的长老的分享，这是关于活动的建议。第三个就是说，中会能不能再多举办类似的分享会以及联谊会，跟这种装备课程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这个联谊会可以增加我们每一个同工，像我们新北中会有31间教会，每一个同工在肢体上的连接，每个教会有不同的需要代祷的事项，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次的联谊会分享会，我们去寻求每一个同工的代祷，这个是关于活动的建议。然后再来就是课程内容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林特长老的时间好像就会给他太短了，时间上面如果再增加一点点，可能会比较再更精彩。然后像林长老他有分享悲伤辅导这个部分，可是好像稍微少了一点点比较实务上面的一些教学，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可以列入在纸本的教材里面的一些辅助的教材，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回到家的时候还可以再复习，这比较可惜一点点。好，再来就是我们在希望可不可以增设的课程的建议上面，因为林特柔长老他是殡葬业，所以他的区块可能到火化这个区块为止。那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领人归主嘛，所以在后续的可不可以开设告别礼拜后续的关怀，这个是我们长职非常重要的需要学习的课程，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缺乏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中会看可不可以类似的课程。然后在那个陈长老在分享长职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稍微要再开设比较怎么说，就是我们在长职有时候很可爱，我们长老只是到告别式的现场，真的不知道干嘛很实务的那些教学，可能这是比较少，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跟牧师做配搭，我们通常都是躲在牧师后面看牧师干嘛，我们就干嘛。可是在这个连结上面会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我们要怎么面对家属，给他适度的关怀，不是只要告诉你，不是只是告诉他不要哭，这没有什么好哭，这种不是安慰，不是适当的安慰。所以这个课程这些礼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可以提供给中会这相关的课程。好，在最后呢，我们有结论。结论就是，其实很感谢中会有可以开设这些课程给我们做装备，然后我们要很珍惜，像陈长老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要很珍惜我们是长职这个职位，因为基督徒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名分。那上帝既然拣选我们就要去很努力去做。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冒不好意思。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气馁，我们只要相信上帝会一起陪伴我们
一起成长。阿妹。好，这个我会拿到我们中委会。好，第二组。第三。好，第三组啊，我们先给第一组跟第二组来给他们掌声，谢谢他们宝贵的意见。好，第三组啊，三四组，好，很好，你们很会缩短时间。这组因为真的是很优秀，每一个人都分享，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建议，但是我就我们的分享，我们分两个左右。麦克风啊，麦克风。第一个就是在林车荣长老所分享的，每一个在各教会他们长老跟执事都有提到，的确我们在这一块很缺乏，包括是刚刚老师这边也提到说，很多在实务上面的，我们在一些长老执事真的很缺乏，包括我们在就是悲伤时期的那个辅导，3到5年这期间，我们在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辅导，甚至去直接到对方的家庭去关心，这个一直都是我们缺乏，包括在教会上面一直以来都没有很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不单是在这些年长的长老上面，其实在像我们这种年轻的长老指示，当我们一上任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说，万一这个家庭有困难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长老，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毕竟我们也是朝着你们前人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去学习你们。可是如果说在前人的智慧如果没有留下给我们也很难去推动。所以刚刚在我们这一组里面分享得到的那种同证，就是说，生命真的是要被尊重的，不单是活人，死人也是，死的要有尊严。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如何去推动、去发展，所以包括有一些指示也说他很晚才到，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也这样子，大家彼此交流，问说有没有就是资料啊，或者是奖励？结果我们说没有，真的很可惜。不然的话，其实后道的人如果他能看到这些的奖励，其实他是否还可以在旁边复习，甚至也是可以带回去自己去研究，甚至去活在这个实务上面。那在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针对就是陈志芳长老提到的一些领袖的身份跟角色的扮演，真是很深得我们每一个人认同。包括就是长老上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有问你说，这个世代在流失，可是都没有去探讨说流失的状况是从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身份开始。其实牧师常常在提倡就是基督化的家庭。可是我很常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在信仰上面没有灵命很重，可是他没办法给我太大的一些信仰推动，以至于我自己要去寻找这个热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包括就是刚刚我们那一组有讲到基督化的家庭跟角色，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长老执事，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于你，包括我们刚刚有一些长老也说，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这世代，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传承。如果说第一代的我们传承初代教会的，我们一直这样传下来，但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我们已经缺乏了那个初代教会原本那种就是抓紧的，真的很可惜。那就是其实我在里面，我写字写什么我自己看不清楚，抱歉。他们也有说清楚，可是我自己写什么我看不懂。但是我全部都只记在这边，然后我记下来了告诉你们。但是我全部他们讲的实在太多，但是我只能用圣经的话语来记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包括林正长老说的黄金金三角，这个很重要。包括每个人在分享，一直说这个黄金金三角的重要性，就像那种高射炮一直这样直射那种感觉，很需要。包括在家庭化的教育，包括对个人自己的信仰里面，我觉得我听到的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我很多人他们都会看见一个光景，就是包括刚刚我们有长老，他服侍了30几年了，真的会疲乏、会疲倦。可是他这2天来到这边，他就是学习倒空自己，我要重新得力。说真的，在里面真的有很多有智慧、有能力的老人家。他们有服侍很多的经验，可是在他们身上却听见他们也有疲惫跟软弱。真的，我们有时候要适时的去把自己倒空。然后呢，我也
就是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每个人真的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环境，就认为自己不足。因为我觉得，就像神赐给我们，既然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我相信他有他的美意，相信就算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也有年纪大的恩赐。因为对我来说，年纪大的恩赐就是他们有老人家的智慧，是我们年轻人没办法去学习的。包括像现在，因为丰年祭的季节嘛，所以很多人，包括我们师上也常讲，孩子，我不是带你回来跳，我是带你回来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所以当一个角色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可以延伸在自己的家庭、工作，甚至包括以外。这是我们这一组所分享的。那包括还有陈正芳长老讲到，就是仪容这个真的要端庄，不要说认为说今天出来了我就穿个短裤。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有服侍的机会，我们要看重神跟我们所这个关系的那种层面，不是因为说今天我到了这个环境，我就觉得我可以轻松自在。那我们牧师也一直在教导我们说，要看场合说话。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年轻这一世代也在学习，包括我们去学习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知道，我们在每个场合当中，我们要适时的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榜样，才可以带动在教会上面，也让众平信徒能够看见说，这个长老这个指示他很看重，也看重教会的每一个人，他不轻待任何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美。谢谢。好，我们再次给第三、第四首很大的掌声啊！虽然我们有点不清楚啊，他在讲什么，但是他说到一些重点。好，现在565是吗？还是95组？好，第5组。新美公会负责长职训教会第一届长职会议，时间地点。所以我们刚才很认真哦，我们要学习那个刚才那个，对不对？对。时间2017年9月2号，地点在万里区芥菜总会芥菜总会，然后主席胡光武长老记录林华丽好，以上。好，我们1建1呢，本来用案件1然后又变成是1建1，刚才其实都一样跟我们那个第一组我们所讨论的议题都类似就谈到说，其中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小型的这种的会议因为这样子的话，除了春季会议跟秋季会议都希望多举办这互相有交流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各个教会的那个同工有更多的交流，跟互相学习，跟彼此带导的时间这样子然后还有提到是说，是不是以后那个诗歌观摩的那个活动啊，是不是可以在2年以上举办1次就好了？这样，还有还有运动会2年以上1次。办理就好了，这样。还有丰年祭2年以上1次举办，这样。对，2年都有回他的类似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长职训练上下半年各办理1次，这样子。有没有拍手？有没有？刚才第一组跟第2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说地点的选择，或以远对上班的同工未能及时上课，有些遗憾，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听到那个林车龙长老的那个很棒的一个议题那跟我们的委员在当中他就说选择芥菜领地是因为地处安静，然后比较远。然后比较能安心，因为一面对这个环境，一面对的话就面对大海，所以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很多的分心这样，所以就选择这边这样。还有呢，课程呢希望加入灵命的成长课程，我们觉得灵命刚渴了，生命需要被眺望，需要有更多的话才有办法喂养我们的小组就希望说我们的课程以后多举办一些灵命的课程，这样。还有再提到那个林车龙长老说的婚上喜庆的应用，
可否再请您长老再来给我们上课？真的是很棒哈。那我刚才提到的黄金三角关系，我们就没有听到哈。我们的委员说啊，你们教会可以自己再来请再请那个长老来上课啊。好的，我们会提回去啊。那因为是说。因为在告别礼拜当中，家属有些非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媒介，可是其中有很多的眉大嘎，就是我们长老同工不晓得里面会有什么，这个动作会不会影响到家属，会怎样？我想这个是我们长子同工很需要了解的哈，所以说很希望说林春荣长老，林车龙。没有上课就不知道名字了。林车荣长老希望说他再来办一次婚丧喜庆的那个应用的课程好，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对财务的了解，今天才有一点点的认知这样。所以他说希望说财务呢这个部分也希望我们有多的去参与这样。还有讲到说财务手册呢。可以向总会索取那是免费的，这样子吗？财务知道哈，财务手册可以向总会索取，这样。还有提到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公积金，这样。原来公积金就是专账收入这样。好，以上报告，谢谢。没关系，那你重新再整理再给我，好不好？好，因为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干部我们也在想说，2018年要做一些什么，你们的意见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计划。好，那我怕待会儿会忘记有关于林车龙长老我跟他这个很多次了我昨天很惊讶，其实我昨天的问题很简单，对不对他一直记不起来，我就马上集结到他太累了。你们要体会他太太一套。我先讲他的故事之前他太太生病，然后他这个大女儿这个叫傻运我去淡水，因为我就住在淡水马街医院的对面，然后我就私底下去找他，也不让人家知道。后来我是从护士那地方知道。他妹妹在那地方，他一个妹妹，他妹妹哭得那样子，然后说你在哭什么？他说我也很担心，这个遗传会不会传到我身上？我说奉主的名不会，那是妈妈跟大姐，你不会所以再加上他又在忙整个，他又不能停止这是他的唯一的收入，所以还好就是方丈，我就说方丈谁要开车，那就是方丈，所以他会他昨天一直在我们很多的问题一直问有没有？他说我记不起来，就是他太累了，累到连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敢再继续问他实在太累了，所以我也希望下次能够再邀请他那至于这个时间，你们觉得这个地点好不好？好。安不安静？安静。这里没有 7-Eleven。所以你们真的就可以专心，真的说得很好好，不浪费时间，我们请下一组第6组那个展览。好，分享我们这个赞美组、感谢组的不知道哪一组。好，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领受，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负责我们的职分，然后顺服，就是要学习顺服的牧者和长老。然后在这2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获取许多知识，然后也获得一些造就，然后满满的祝福。那但愿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教会，能够继续的尽心尽力来服侍。然后还有一些感动和领受。然后接下来这是我自己的，我今天很感动，因为我们有西美中会有31间教会，但是我们今天有21间教会参与在其中，然后同心合一，然后我们相信我们要宣告。相信中会这31间将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然后呢，也通过牧者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中会有许多的牧师，还有师母，还有一些教会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缺乏。但愿我们继续的互相扶持。然后还有就是，
看一下。哦，就是有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长子同工跟我们分享说，从昨天那个林春红长老的分享，然后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身后的事情，以及安慰遗嘱的部分，就是要多加强关心之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藉由今天那个宋之光牧师跟我们分享开会的30个通病，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重新检视一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就是去调整。然后也鼓励大家就是积极参与像中会做这个活动，对。然后我这边的总结就是荣耀归给上帝，阿们。你是第6组对不对？第5组哈，好，赶快来，谢谢。牧师、长老执事平安。好，我们是第7组哈。第7组刚刚被放在最边疆后面，所以我们也是用很短的分享。那我在我们刚才那一组里面呢，我们先有一些简单的回应，就是对于这次长老执事的训练。那目前其实我发现，在我们小组里面，大部分都是发现自己教会的问题，然后发现自己教会有问题之后来参与这个长子训练会，才发现，哎呀，原来我们长老执事是那么缺乏的。如果你们不上课，我们还自以为哇我们很会，可是你们一上课，哇我们怎么什么都不会？比如说会计，自己以为很会算钱，很懂事，那结果一上课之后发现，哇原来牧师他们所预备的课程真的是为我们每个各间教会好。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公文的那些撰写，那本来一直以为说我很会写公文，结果一上课之后发现，哇我怎么这么不会写公文？所以在刚刚我们小组里面，大部分都是发现自己教会的问题，然后做一些的回应。比如说，有启光教会的，我知道我们长老常常在讲说，我们在办新美中会的活动，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那刚刚启光教会的长老在这边也有分享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建堂的意向，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向，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信徒教会一直在搬迁，所以他们信徒的信仰。搬迁是一个问题，让他们觉得说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归属感。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让我们各间教会能够为这件事情来代祷。那再来当中还有做一些回应，就是长子的职分。长子的职分，刚刚大家都讲说我们穿的衣服要端庄。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就不只是在服饰上面。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做长老执事，就要成为我们信徒的榜样。成为什么样？我们不要不像样。那像什么样？不是像那个很帅的长老，像什么样？我们是要像基督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像样，是因为我们不像基督嘛。所以我们长老执事要好好的像样，像什么样？像基督一样。所以呢，从服饰里面就能够让我们信徒看见，哇，刚刚有长老来分享说，他们看到我们长老执事所穿着的衣服，会感觉到慎重。其实不只是慎重，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反映出来，我们穿这么端庄，穿这么正式，反映出来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这在我们刚刚里面就有提到，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穿的衣服本来就不应该随随便便，就好像我们看到总统怎么可能穿拖鞋、穿鼠皮棒、蓝白拖就这样去找总统呢？不可能嘛！我们敬畏的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所穿着的、所代表的，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好，在当中还有教会，我们有一些教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没有向心力。那在没有向心力的时候，因为教会也没有这样预备长子的训练，所以也透过这次的训练的课程。也感谢中会，我们牧者能够这样的预备，好让我们觉得说在教会没有向心力的时候，我们长老只是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然后在这课程之后被感动之后，不只是有感动一些，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缺乏，就好像一开始提到，你们上课之后才知道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有缺乏之后，我们才会更加努力的去装备自己。所以这里也是在回应我们中会的部分。那还有长职跟会计的课程内容，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由我们中会自己的领袖干部
来去担任讲师的工作，因为国外的月亮不一定比我们阿美族的月亮还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也有分享说，能够让我们自己宗会里面的领袖来做讲员，来做分享，很棒，因为他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教会所遇见的问题，所以也期待我们宗会里面的下次的长老执事的训练会里面，我们一样可以邀请我们自己在宗会里面的长执的讲员，因为一定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痛处，一定有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同样的族群有同样的痛啊。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也有长老提到说，担任教会的领袖，那希望宗会能够有一条龙的建造课程，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通常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有时候很喜欢在教会听到，但是他就是不想服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期待就是在宗会里面能够提早让这些信徒能够就预备好自己将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比如说一条龙的服务嘛。我们在外面都讲究一条龙的服务，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讲求一条龙的装备。比如说他在做信徒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把他推到宗会的，也能够有一些信徒的装备。那等他成为信徒之后，他信仰稳定，慢慢的稳定之后，他就成为教会的团契干部。那团契干部也有团契干部的一个干部的训练。那他成为教会的团契干部之后，接着他信仰越来越坚定，他就会成为教会的执事。而成为教会的执事，他也要预备心，要成为教会的长老。所以期待宗会这边能够从信徒就开始好好的为他们来预备，让他们从信徒到最后能够走上长老的这一条服事的道路。因为这个就是将他的生命从一开始不信主慕道友，到最后他能够委身，甚至于到70岁的长老，到最后都还想要去读神学院哦，我们鼓励他。好，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信徒本身只很想去领受，他不想服侍。那在当中也有长老有一些问题，尤其是长老最怕的时候，就是遇到讲道。比如说牧师突然不在的时候，长老就要出来讲道，其实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更要去祝福我们的牧师他们去预备讲章真的是非常辛苦。以前我还没有在站讲台服侍的时候，我也觉得讲道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就自己在站讲台做服侍的时候，在做讲道的侍奉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侍奉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在长老的预备讲章里面，我们也希望说宗会能够有一些的训练，能够让长老能够及早，不只是一些服侍，比如说教会做什么司会，那预备讲章的那个服侍，能够从宗会这边给我们一些长子的训练。那再来还有提到说卡内基的训练，有长老说不只是在教会的训练，那我们还有一些卡内基的训练。卡内基训练是什么？这个我就不晓得，我自己没有去研究，应该是在对沟通的训练。这个我是没有去参与过，但是我有听过卡内基训练。第二个就是能够有一个 EQ 的管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刚刚在讨论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做会议的时候，在做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长老只是没有一个好的 EQ 的管理。其实这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去行出圣经的原则。那我在这边也这样子回应我们刚刚的同工。那再来就是，既然都已经举办了西美教会的西美宗会的长子训练，那宗会是否也有去管理到我们各个教会里面的主日聚会的流程？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都已经举办了长子的训练，大家都是一起做相同的训练，结果呢，在各个教会，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太子礼拜没有同步。那结果我们接收了这么多的资讯，一起受到这样的资讯、这样的训练，又回到教会，有的牧师他们做的一套流程，有的牧师做的一套流程，那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是宗会这边有没有做一个管理？当然，我们也提到说，这当然是没有绝对的。那希望宗会的牧师能够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回应。那以上，谢谢。还有几组？好安慰我们为了这几天这个辛苦的这些
你们先给自己一起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位总当中的讲员，好，请陈正芳长老、罗文长老，好，请站立。好，给他们谢谢，哈，他们努力的在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总干事，哈，还有我们的嘉玲，哈，他们要印手册是什么东西，哈，来，掌声，来，请站起来。好，请坐，哈，好。也谢谢我们的牧师，因为他们在开会，我说不行，你赶快回来，你们要听到这些哈，请牧师站起来，传道站起来，好，给他们鼓励，好，请坐，好，我要说哈，刚刚你们的这个，我们都会成为我们礼拜四我们会中偶会，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以后这个记录都要写起来。要放在我们的秋季会、春季会议，表示说我们每一次，你看你们现在太一堂不够哎，把阿努搞木呢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见你们的缺乏，对，是不是？是。啊，就像刚刚那个我们的长老说，哦，自己很会，当你站讲台说什么都不会，哎，这叫谦卑的开始啊。我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哈，你们刚刚在说。都希望周会来，不对哦，应该是你们教会的牧者要做长职训练。你要问圣爱教会，我叫他们一个一个上来讲道，我还录影呢。然后我只要牧师我不在，我还是不放心请他们来讲道，我还是请别的牧者来。为什么？我觉得很危险，他们还不够。有没有受过训练？有。那当然一直很忙，以前一直在接中委的事情，我很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做训练，但是太多的弹性，所以就像你们的，因为你们没有训练说哦，你们觉得今天很好，没有，其实这些工作应该是你们教会，所以你们回去要邀请牧师说，牧师我们要长职训练啊，你们不能期待中会，不对，中会是中会，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这个不弱鸡短哈，也就是说你们最弱的一环，我们可以在中会训练。应该是你们教会应该有一个101宣教这种手册，你们牧师应该有，应该会教这方面的事情哈。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陈长老，我一直在听讲座说，哇，好多人才知道陈长老这样教我们怎么什么事很好，从服装开始，还有你们里面的整个转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的改变。我们的身体的整个消化里面一直在改变，我觉得就是新的中会的盼望。我们开始一直在转型。我觉得刚刚那个牧者讲的，那个长老讲很好。这次的4大印哪一组最光荣？你觉得？阿美族，对不对？刚刚那个他好，我以前当青年部长的时候，他也是我的青年。我从来在青年部长没有用过别的讲员。我觉得为什么自己的讲员？我们不要相信一定是外面的讲员最棒，当然有一些，但是我们最了解我们的痛，我们最了解我们的缺乏。你想想来一个美国的讲得好高级，可是你们做不到，因为那个文化差距差太多了。所以只有我们新美中会，所以请你不要看不起你的牧师，好不好？多支持他，说牧师讲什么好棒啊，我要这样子。就是你是不敢不好，本来满腔的想要教你们，就是被你们那个鄙视的眼神哈上会没有了啊，就是要被鼓励。如果被鼓励，我就会一直预备下一个教材啊。还有一个哈，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陈长老跟罗文长老，我在预备这东西不是1-2天。但是你们用几个小时去听完我3-4天预备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很喜欢有人先去听演讲，喜欢听的东西，因为你可以在1个小时可以吸收他多年来的经验，这叫丰富。好，所以很感谢你们哈，你们已经开始慢慢知道我们都有缺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进的时候，阿们。好。那这时候呢，是不是总干事或者议长有什么哈？我们原则上，我们还是要有准时哈。我就说5点半结束就是5点半结束，
不要像你那样哈。好，我们要先交给谁？来交给总干事还是议长？然后待会请你做结束祷告，好不好？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从昨天晚上出席的长职，一直到今天出席的长职，在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那么热络的来参与。其实，当我们中委在推展很多事工的时候，是经过很多的考量、评估，然后我们也本来也会担心说，我们办这个活动会有多少的教会会支持，有多少的长职会出席参加。而且这一次我们缴费的费用都比过去还要高那么多，我们有很多的担忧，说会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真的是今天看到出席的人这么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在我们中会当中来工作。你看，神知道我们的缺乏，但是我们本来害怕我们的这个费用突然增加是1000元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长职会不会热络的参与？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感觉看到大家的那种来到这里那种学习的心智跟那种渴慕，真的是看见神已经开始在教会当中来开路，然后真的很感动。我们的各位长职们的出席，你们的出席就等于是支持中会的事工、宣教事工。其实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自己教会的长职要先被更新，我们的教会才能更新。教会更新了，中会才有可能更新，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是说，我们在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真正实质的帮助到教会？怎么样帮助到教会？所以我们真的也蛮高兴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都动用我们自己中委的牧者，成为我们这一次的讲师。然后呢，因为我们就像今天大军长老他讲到说，因为他们就是怎么肯定我们中委在这里当讲师的这个位分，觉得很好，很适切，因为只有我们中委的牧者，中会的牧者比较知道我们中会的问题需要我们的痛在哪里，可以针对这一些来做一些的教导跟装备，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我真的很感动，我还好我们来得及回到当中，然后听到每一个小组在分享这1-2天当中的一些课程的学习。然后你看我非常非常的用功，从第一组一直到最后一组的一些的你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的肯定，还有一些的回应，我都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些的记录。真的，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工作。你知道我们牧者从昨天一直在谈一整天的这个研讨，我们在拟定中会未来10年的整个宣教的事工，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中会有中会的计划，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计划，我们没有做一致性。这一次我们中会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拟定长程的一个长远的计划？就这10年当中，我们中会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牧者为什么在你们长的训练会的时候会缺席在当中，是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在那边集思广益，我们就终于拟定出我们的一些的策略，我们列出了一些的策略，你们很快的在明年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所计划的不是只有每一年都计划不同的，而是这10年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朝着这个意向来前进。那你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一些建议，或者是期待中会做什么，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都有在这里。阿们不阿们？然后说，怎么你们在提出的时候，怎么跟我们今天拟定的这个策略是符合的？我真的是感谢主，就在我们，你看牧者有牧者的看见，长职有长职的看见，长职对中会有期待，我们中会的牧者对教会有期待，对长职也有期待。我们真的是期盼神在我们中会未来的10年当中，我们要看见这个宣教的工作，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宣教其实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开始做宣教。我为他祷告，这是不是宣教？他有困难，我陪伴他，这是不是宣教？其实戴义理本身他就是在做生活的宣教啊。
你看他在他是被掳到那个其他的被掳到异国去，要去侍候那个王。那个王他是有生杀大权，只要你不服他，他一定有性命的危害。但是他在每一天他们一天都在做宣教哦，我不要妥协这个事情哦，我觉得我要遵守的是我要忠于我的信仰。所以无论处境这么的危急，他一样就一直活出那个宣教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宣教从自己开始做，宣教才能够扩张，宣教才能够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国。真的愿上帝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长职。我真的刚刚把那个大军长老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为都很会了，上了课之后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长职要勤劳去接受装备跟课程，你自己的眼光会被开发。当长职的眼光被开发的时候，是不是成为牧师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装备嘛，我们就太多的一直在猜疑这个牧师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很多的猜疑。那么多的猜疑，不如把更多的时间就放在祷告，去祝福牧师，去支持牧师所做的。我觉得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合一，更健康。那个属灵生态，那个属灵的属灵体质才会改变，那个教会就会健康。Amen 吗？真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一两天，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学习。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中会来祷告，希望未来我们越来越合一，那个连结性要越来越好。如果你看我们看到我们中会呢一直在推活动的时候，我们有31间的教会，为什么出席的永远都只有20、21？为什么没有一次过是31间的教会都出席？基本上在耶稣的祷告当中，他一直渴望合一。合一，什么叫做合一？不是只有我们教会里面的牧师跟长子合一，信徒合一 ，no。合一，神要的是那个普世的那个合一。那我觉得我们的中会，我们应该学说，我们中会是只有一个教会。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因为为了牧养，就是为了就近牧养，我们在很多的区设立了很多的教会，在牧养神的羊。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未来的中会，我们要看见牧者，不止牧者要连接，教会要连接。希望在未来，我们31间教会都能够出席支持中会的事工，我们才可以看到中会会壮大起来，才可以看到中会的未来。Amen 吗？愿上帝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会，也辛苦我们的长职们，这2天的当中这么热络的参加，然后你们的建议。然后还有一些的回忆，会成为我们中会明年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希望能够期待明年的中会所提供的一些活动，那个所设计的活动都能够满足各教会的需要，能够满足这样子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在我们当中做工，主，我们看不到这1、2天的活动可以这么顺利、完满的顺利结束。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你感动非常多的长职，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有很好的一些得着，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回响。我们也从这些课程当中，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我们的职分。主，我们过去也许我们都非常的骄傲。以为我们的能力超越了牧者，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支持牧者的这个事工的推展。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大，但是主，谢谢你看见我们的软弱，透过这1、2天的课程，让我们真的可以重新的反思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扮演长职，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长职？我们是不是真正成为牧者的祝福？我们是不是真正成为教会的祝福？